渐渐过去，春风又柳开天。一条暖暖河水清清，融入为满天碧。三芒大表四天刚润，地飞银线脱离。阿祈求天公慈心保佑，风俗平安顺心。超好哦！阿婆，阿孙呢？我来看看。等一下阿婆，靠很慢哦。阿婆呢？阿婆。呀。下日听风顺顺啊。好啊。咦。姐，我看来做乜忙呢？哦。样啊来啊。啊，好啊好啊，较细耳条啦哈。一。迄规模诶，啥人行来物件？冇咯。应该皮了，攞唔拉倒啊？今日唐人讲两笔做定拿过去阮皮了啊，你问看啊？我问重新讲啊。两笔唔大小理想。我唐阿哥讲，其实农笔本岛的说，迄管连条总条会破的。这就算了啦。唔是惊，阿爸讲啊，有条拿唔是无当后代，好好做就好了。来，你看呀，阿干伊阿干久啊，你无考虑看卖，正甘食较好趁啊。莫讲遐啦，反正哦，伊做无偌久啦，咱做咱的啦。人起来，你啥子紧交代志？你去过啊？海先生，这就是咱这大地主江太原的家婿吴英泰。哦，安尼啊，请你，来，安尼就，好啊，谢谢。来，多谢。哎，海仔先生哦，伫台北生意做足大个，迄干那西门町哦，都4、5间店面啊。安尼哦，还是啦，我上钦佩哦，因是讲熬做生意啦。来，我敬你。无，应该我敬得着。哦，我听讲哦，你这尔少年哦，头做遮大，后种球啊，后种甘蔗，搁开米秆，土地搁遐尼济。哦，你我上钦佩你这少年呢，我敬你得着。打。来，感谢来。啊，海仔先生，恁哪啉？我先来便所者。好，多谢。人客安来较好者啊。阿伯呀。啊，你也要便所？无啦，海仔市场是不是要来咱家做生意啊？啊，当然是来做生意啊，啊无敢要来佚佗。啊，会当有阿家无？啊，你敢知影人要做什么生意？不要紧啦，不管做什么生意哦，会当趁钱为用是啦。你敢捌听过放糖的？放主啊，还要困？较早就要困啊。今仔日哦，我拄着后晚嫂啊，伊讲隔壁庄哦，有一个做啥查某囡仔生啊水，啊人手会较好，我有去探听过啊。
咱爸母人也袂歹，啊有这个意思，我想讲哦，互你去相一下亲的。我最近较无闲，过一阵仔才讲啦。你30岁安尼，我30岁的时阵哦，你偌大汉啊，你知无？我知啦。等我即马得咧啦，甲你娶一个某咧，啊若无吼，等我若翘去哦，你这人是要安怎啦？你是咧黑白讲啥啦？阮话哦，搬倒因厝大。我甲你讲哦，虽然讲人查甫人无伫身躯边的啦，啊，搁啥哪讲，人嘛是有翁有囝的啦，莫黑白想啦，去相信较实在啦。阿亮哥，今日做饭毋要同我讲需要加钱买配卖。没啊，来两个，来台北有一只条价，叫一笔钱做你加的。真嘅呢有阿好嘅事情，我又唔识记。来出事就好诶，喏。系啊，用去前面说。哦，算我几年，18%。去推大政府了。是啊。你去摸下，你上哪里听我？好啊。是不？你18，你算一佛吼，差唔多。你好啦。哎呀，对啦。看看专业算了，我买几多皮料，加几多钱？开始不要紧，跟你就天天的笑，好，下拜。亮哥，慢点，永泰，运泰，你们家看了？请下来哦。真嘅了，哎好，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来，你在吵啊？来，这样，抽了，行。哎，走。亮哥，总办，你跟我讲个事情，咱办好了哈。真嘅了，真假？你猜是啥？你看，按周线哦。这今天还这样用哈，那钱搞稳了，发给你。你要买配卖，你还喊你存呢。呀，真人做得定係過戶國際簡單啲啲嚟玩。有没有骗你呢？俺会骗你给你哈，小心俺啊！啊，先抽了哈，来两片，再注意了。唔講呀，因為上網我就看唔順嘅。看唔順，人家問堂好不好？對吧？看呐，你看黃金柳，咩？哦，向林本源先生加款200给人，那一张你给你只就18%多啊。36骗人啊？还有错吗？走了哈。对吧？两片呐。哎，注意呢。哪個要搞完了？来。正住院做完了。哎，做。哎呐，就好哎嘛，这钱就搞稳了哈。好啊。好。来，这个月你拢总放32400，五趴1602，点看卖？免掉啦，你算啥？哎，这趟我请，给接下来。哇太，你哪个熬？你头一个尔吼，你就自家放个出去哦，继续努力，你也看卖，爱偌济，我甲你传过去。安总，你在干啥？你直批，我一喊去，你来坐啊。好。坐啦，色茶啦，色茶啦。那我还能叫了就好。我不要就我站了。是吧？对。对啊。啊，你家去倒。现在打不住了，想买足的熊。冇问题啦哈。那个，两片啦，整熟的那个，啊不啦。这都要加300。运泰。加300，哎，够了。运泰。哎，等下一下哈，等下一下。做嘛啦？你干什么改啊？加钱本人啊。啊，你什么？
是8%了。啊，汉哥，迄钢铁的令放得出来无？出来就唔免应嘅事情，给先听啊。牵线卖这点吗？老你讲啦，用土地做地啊，下家条唔是讲。就会向前呢，真唔真够上瘾，唔好做做生理啦。你讲嘛啦，你唔做嘅迄正正当当嘅生意啊，你又冇办法，有人会加钱，你加钱本钱，啊样就好个啊。阿爸讲过的话，你唔记得咯？叫跳下尾出黄金。叫下尾出黄金爱低啦，阿爸嘅把过死诶。问题人看到个，难怪啊，搏死。报到东江呢，伊啊，鸟的声音实在有人听到。俺嘅所以啊，老娘阿婆还病的呢。俺7岁，伊就开始教俺，教个功夫啊，俺用我出程度。给俺压下，张款式老唔好，用的是好的球。哦，头脑好又很好，天初会比俺好。是啊，我因生也成球诶，大家好嘛？做得来啦。当然，很稳的先点红。伊还先点票。太钱蛮多诶。今年阿爸爱放啊，你们唔记得啦？我听太寂寞。可能年纪从无限啦，先拜啦。可能年纪从无限啦，先拜啦。你好。黑气，我这里怎么丢的？这个。阿爸，今晡日恁唔要拍面，今仔阵全是种在考验的，要认真琢磨的，免为以后以后，请保佑一家大细平安顺遂，尤其个太子阿姊聪。阿春、阿敏，呀，我要张夜哦。要吃饭了呀，是保证转去啊。我要张夜煮饭吗？阿姊聪我应该不会死吧？伊无爱说，我做本身也是啦。唔个很记得向他转来啊，我当叫无看到记得的啊。自从一参迄啲无限落嘅啊，伊唔知伊老妈应该工程，一面上无认真做，管理的饶人肯心的价钱啊。家长本讲中意，莫唔去做遐种生意啊。阮记讲，其实肯心的听，价钱本爱用钱的人，因为嘛该坏事情。好啦，来专业啦。哦。娘，
爸讲，前运娱乐系统，我看运台违法讲嘅未必都系剑，我较生意掉诶。我喺度讲啊。太子，你在几说啊？很是谁啦？来讲嘢哦，较接转来哦。太子，有人带生意转了哦。较只转来哦。也是欠少哦。娘自从唔知道乜人向下做一种生意。下主，你给我买皮料，我们看哪？先来吼。先来啦，来坐啦，来。啊，哎，我先开哦。好，我出来，我出来。你较紧点啊。好。物总买啦。老爸喂，迄袂伫嗰边过你拖。用啦。还没有咁好。竟然就老人介绍，你冇用诶，佢为家唔知记到嘅事情啊。用过你拖懂冇甜用啲嘛？佢挨就天数记到为钱买赔买嘛个，用讲挨冇天了。当中要我加钱，我弄比加就好个啊。我弄比加嘛，跟你用咩唔啲？但这因为见了见伊，店家要多钱啦，唔暂时的啦。好啦，冇事情啊，你冇闲嘅，算伊啦，老爷问也好啦。用呢？是我嘅同事係嘛？佢睇唔到是同事嘅，因為我唔偏正哦。你哋已經冇來啊？就算了，你。你不会了，来，听听的好哦，啊！真的该啊！按用基本上好啊，用全都看唔出哦。哪有按架？系啊。你啊，我煮番薯做过。我要煮番薯同拌冬梅食。你嚟就好。汉拜啊，拌冬梅嚟到要下屯番薯，天空的生眼嚟就好。沒好啦，條台啊，我較生意掉誒。呀，來條我算甜水哦。喂，生意誒，行我去哦。永遠冇去嘅，喺船港啦。哎呦，唔會炒哦，要阿爸用嘅哦。記住要負責任嘅好事情啊。校長，歹勢去公園。即擺還有方便哦。無啦，啊，就趕時間啦。好啦好啦，啊，我先回去。好。等下，你看覓。这价上哪愈来愈低，你是要安怎收啊？无法度啦，但即马政府较无钱，大家就要较艰苦咧。遮你较少，拜托咧，这代志吼，交代互你啊，哈。走。哦。
阿明嫂，农委啊规爱输赢无的，那先人登记起来哦。你假使好当讲哦。系啊，领会天迄政府风量分唔加，确实有较大条的，麻烦天数啦。如果用讲啊，讲嘛个，好啊，啲啦，啲啦。安子说，买来去的。哦。同青，你出来数我的嘿？系啊，等一下要过去看唔对无？好啊。问题无装唔啊？啊，农票爱数嘛？我你走了。来转了。好，大家过来看啦。哦。哎，文爸。文爸。阿飞，跟着吧。问题同我都在数嘛？但迄照农会的规定项，总会米拉好，农会无你有每数啊。你总会拍毛嘛好吼，无到农会的标准啊吼，现在已经中山了。会知啦，会当款啦。姐，可以吗？市长。哦。哪里啊？哪里啊？来了，你赶紧阿亮给我卡，云台白个买去，要不然叫你要死诶。无可能啊！云台娘要做遐种事情啊！真件的人加一千个，你看到了？好啦，伊遐真件安尼做，唔好转来人来讲哦。好嘛？实在去啦。你咁我諗我好點解啊？我攞命開啊！解自從文芳，我都无去铁好讲以后，我就规副看人养家杀啦。文芳，拜托同人家自从同我听讲一下啦。自從今年規工因就靠野地鐵的，咱的團用槍的有嘛無強用啊？要不然一条没啊，你冲的去啊？唔没啦，啊今日电机噶，啊今日多鸟开，同鸟爸爸讲啊，条架今仔交代好好照顾佢哋啲啊，我都要做啊。自從唔就本記條天天的萬錢啦。记了铁嘅價值，無去遮個成果啦，伊就無可能大約啊。阿爸很用的教會唔開，佢講做嘢要毒死啦，有兩張有風，唔記得了。阿爸你要記得了我事啊！阿爸很用的教會唔開，佢講做嘢要毒死啦，有兩張有風，唔記得了。阿爸你要記得了我事啊！咱去哪叫好接待小姐好。调皮啦！好啊，你来这个好啊，热了。气死！大衣呀，大衣呀，贵衣呀，调皮啦，气好啊，烂人啊，老人安尼，咱老人安尼，啊，坐好，过来先坐好啊。
阮参详一下。伊啊，对啊。我做啦。我做啊，我请啊。因拢是阮共种的乡亲，即嘛是现袂出来。我煞会当应该，去因甲田摕来补偿。你若讲安尼，你也无甲因强迫啊，迄是因欢喜甘愿甲田摕出来底下呢。我知啦。我袂。原来是我今仔做袂。安怎啊？钱真好赚，你莫趁啊！你趁恁趁，这款钱哦，我有材料趁啊。你叫是讲啥？谁在人心？你做什么生意做？好啦，花你面子啦，个会欠啦。咱后一季哦，你若收成的时哦，车也袂卖，再去客。安尼使啦，啊？好啦，安尼好啦吼，继续做。无人吼，哪像海市场遮好啊！好啦，慢行，吼。阿爸，食仙草啊？好。说你无伫咧厝了吼，我都毋捌食过仙草呢。姨啊，来啊！生意哦，好。等下样，阿不卡东妹，你是要叫？你讲的啊，再过一整入边的啦，唔要做阿公的哦。酒的唔配吼，你配都叫的啦。阿不卡从前吼，免唔伫是要托朋友。子孙自有子孙福，以为有7家缘分呐。台湾人讲的话吼，真系当有道理啊。安尼无想到吼，混得了变到按3万按大命。当妹做人阿要卡，唔会欠的啊吼。唔会欠的啦，若是讲去哦，唔做家，唔晓得服侍。一家活路7000斤，平安就好。山唔拉走，唔条丝哦。嘿，哪有啊？今日条安烂呢，晒两日呢，那唔拉走，那唔拉走。这2天哪有够？人拢嘛拍3天。啊，好啦，硬得较迟啦。算了，我喊他忙，人家去金秘书是有哪主文哦。好啦，慢慢落去啦。贵妇条总爱贵妇的，拜宽松啊！贷款商要去搞我呀？付款贷款又莫要紧啊，最重要的是迄护士莫出去。阿姊，唔定讲你可以行我前面说，唔可能。莫爱去啦，唔免讲，就算有其他间前面所的人，迄天拢可能的无的都无中意。唔爱拿去浪费出可能无？浪费的假使迄较大条的，毋过较有保障啊。再搁讲，从前伫浪费做事，佮应该要听数人条的啦。来，你看者数量拢对无？安尼对。会使转因啊。来，这下拢少长者哈。来，这位嘛等下。好，多谢。来啦，多谢。创金高。
伊就近诶，什么不是近边呢？本来款啊。亚哥，洗了又好好。歹势啊，咪总唔喺同學。假使唔好唔怕啦，我伫两片几天啊。唔係假使嘅問題，我都標準，我無辦法輸，係勢。唔怕啦，下禮拜用2張中國較好嘅。文德，吃饭了哦。吃饭，我凶了。吃飯根本就冇安排，我記條店面呐。哪有結婚嘅？你嚟來，阿爸要見到見面冇？阿爸喺條太面試房嘅男裏面，睇，我請我爸哦。沖你阿爸做大雞啦，做大雞，沖沖啊你，條太面試房。我这俩用小嫩娘老公哦。爸，你感覺有在車仔用過？安尼真好啊！我講的話，頭家有聽你。毋過我無甲伊收啦。你無甲伊收啊？安尼也無放一個人情互人。毋是我无爱做人情互人啦，伊个车仔足歹个，我真正无法度收。若笑歹就无法度啦，毋通因为我看你心情歹呢。伊个食一罐。很容易，我喺諗面哪一個可錢咪收買？無做定用人好卡錢咪所以期待，老米真夠張買。真好，真買較好家私嘿。當然啊，存較好較太米吐出來。家私當然較好啊！真味素當叫無開的，其實伊無保養，毋知用的電無。你看伊下就滴的啊！唔係迄位老娘子從講伊送啊。愛滴。阿姊，嗨。爸爸，用了鱼喊过来，来啦，坐啦。夜盆计量啥？量啥吼？应曹讲，想要转去看阿婆。计好到不用了的时阵，就在记得转啊。好啊。阿姊从喏。
我有事情想问你。我去看几风嘛，当年就成功办一张转来，所以到你头才失误。云台，云台，天妈啦，你睡梦啊！文发有事情请你。文发啦。好了好了。坐一下啦，我冇痕。那志松。哎呀。哪个事情啊？迄安尼啦，问题总个无嘛好，两批的文书，你卖唔出去。古时候眼年太起价就上啊，做得用真秘书真高张卖就较好卖啦。真秘书，讲句无用的，个机唔伫坏起来嘛。秘书，讲句无用的，个机唔伫坏起来嘛。快提你咩唔怕啊？但枪赢脏脏就好呀。伊阿讲吼，行喺屯讲一声啦，也系要开一条生意。你嘛意思啊？无啦，真秘书，我用哪一用啦？用做咧熟啦。来。给阿志从安子生呢，下来哦。没问题啦，有限度也过来了啦，哈。阿春阿明迄讲上阿婆，唔就本阿姊带今年转啊。啊。阿姊下来哦。文发嘞。文发，他文发用不要一家做生意？还要我弟呢，是个。无啊，俺那是本山做来赚。咁么解？对无？要重新做生意。其實我開嘛，還有動作會好啦。你講我肢體冇問題啊。睇佢冇用，就話你啊。叫請你來賺麼？請我賺到錢，你試想看啊。嗯。文爸姐，还本诶，唔先转去啦，下老问得底下就好。沒好啦，等下我將送飯本了先。唔是啊，你的行政衣是包的，放送翻門外就好。好啦，來啦。下先转去哦。哦。
问题好势了。先说饱了，赠送一本技术啦。俺上去老给强学说啊。本期去啦，用公婆啊，看下是开有盘啊。好啦，说生意啦，其实人潮的生意哦。好，爱弟。我睇啱盡哦。两公婆感情好，做得乡下大兵，乡下社区，咩好啦。就像是阿爸咁樣，係咪？喏。文德，吃饭了。文德，文德。张浩伟，唔起用，也起苗的呀。乜解啊？娘面，用不安的呀。咁少爺老公係喵誒，你講做喵誒，喵誒。差唔多，又有錢嘅托過啦，睇啲咩唔少錢咁買。來啊 ，baby 啊，阿姊個大粒，看買啦，來，阿姊，來啊，出大粒嘅。你個袂歹，阿姊兩件。好，冇問題。這個袂歹。這自靠，我等下地俾阿老婆啊，冇別話你啊。好，真係啦。你真水哦，我留落件單。好，愛見哦，愛見。阿姊講，也中意唔食，買唔退，我自家說啊。含迄做得買啊？啊？做糍粑的，就有人愛買的啦。伊啊，唔含少去到哦。俺落去準備啊。好。俺唔愛做糍粑的，唔愛講俺哦。好啊。我要買6000斤。6000斤哦。有夠無？有啦，有夠。啊，我明仔載來載。哈，冇問題。多謝呢。問題。來，用到6000斤的米。真嘅啊！我係陳毛，長江追來啊！聽咗收得啊！哪個事情按風去啊？假如你來買6000斤嘅米，你貴重嘅米買香香嘅，係愛重要，愛重要。真勁哦，很好哦。帶乜嘅點算啊？冇事啊？唔係不說的啦，係伊阿做嘅糍粑嘅，係愛弟啊拜堂嘅買。伊阿做嘅糍粑最好食咧，你做懂好買。懂我是嘞。來，啲土豆腐加糖，多謝呢，過來交關下。俾我錢。太神呢，攏為了啊！愛做飯無？哦，阿媽就喺度自己打。好啊，阿明仔較早來呢。好。還有冇？不敢吃。有啊，不能說。啊？Rudy，伊阿糍粑有時個呢，肉多陣的錢，你用辦下就買香香的。按好食啦，佢係唔用好好啊，口味仲做唔食。有糖豆冇？都唔愛做唔食。切糍粑，我較用力掉誒。好。係嘛？咁快？第一道飯啊！整啲3碗啊？當天3飯，唔驚食太飽。哦，
哎哟，世界中的米本其身啦。你们有多高兴，我来买个米，我买香肠嘞。哦。呀，你要把买米存多少钱？也係唔天拜賺錢本眼，我一執生意就好誒。做生意呢，沒有用到錢，唔用公婆，留定用啦，哈。呀，你說起來啊。留定啦。呀。我拄來做嘢呐，係你想啊，一定有錢，做得本金米所重新做生意。做生意？問題個工田，今仔有限做啊？係做啊。唔做，唔係什麼人呢？用做的啦。做唔得咪做得，你阿下屯頭擺無強用誒，係屯阿婆要喺啲屋卡，屋卡加兩3人吃飯。再講講，阿婆請假去睇啊，我去讀書。媽佢仲要用多錢呢，係冇存錢做唔得啊！時代在變，你咪去變啊！從細，阿爸手工唔從細來，好啦，唔愛做就去做，阿爸天初要保佑我啦。睇乜佢做啊？可以亂死條。蘇士做啊？米做唔難食的，還做埋個蘇士米。那個米哦，食起來唔像條家種嘅米嘅。阿炳姐又敢有來啊？上班幾間都無看人。咁誒，隔壁廟別啦。然後農會上工種應該無係冇乜好啊。用好嘅嘢落去卡。有啲想係咪同有關係啊？唔係用嘅，啱啲啊。但係 M 卡才唔會同銀行加錢啊。都妹，用迄洗來嘅，好好優秀嘅。好嘛，你唔好意思，你個生意沒想講啊。你就講我買料。用出太的爬山的，食材麻木搭台，菜有配要強下來，以後把膠水，你下個馬來強下掉鬧嘢，樹後那啲mặc住條線亮臉落肚，你條樣扮辣，對愛強又冇法度，天公觀眾摸。成日啲跳舞，放眼從兩愛照亮咗屋開路。你躺下講錯點碰點泡茶，是包呀阿妹和你做下，冇喊起茶。